伫遮。美队长哪能甲恁放喺遮啦？哈阿伯。你也拢点吃嘛？对啊，恁敢有看到美队长？无呢，无无。不要紧，先。好啊，先介绍一下，恁是啥物队？阮是情水上界站，哦，安尼对遐介绍你是？我是舞动，古董，再来。我是温馨，温馨，我是幸福，幸我是开关。哦。哦。恁来遮是要安怎？要创啥物？我们来耍的，要来耍？来耍。大虾，大虾，啊，我咧开讲呢。我咧看我的新的手机啊。新的手机啊？系啊，你旧的迄台咧？你甲看，小朋友，我这上新的呢，上时行的呢，对唔对？我这手机啊，哈哈，这哦上新的来收起来。啊，若这是旧的哦，得甲伊。你莫讨债啦！我无可能单调，小朋友，你敢想要我这支旧的手机啊？想的，安尼哦，真简单啊！你若是要我这支手机啊吼，你爱哦，卡算翘翘，我哦，敢若哦大王共款，我卡甲你打，翕一张相片，这支手机就你的啊，敢有想要做？我。无，我搁加2000块。我呀，无爱，你买无2000伤少。 ？10万。好，好，10万好。好。来，你来。阮这吼就是安尼，卡算翘翘对不对？我大王。技能。哎呦，你创啊啦？哇，会敢若做风筝的咧，你说啥？你创个对调呀？等者，恁两个是咧创啥人奇怪的动作咧？我什么那种奇怪的动作？不是啊，小朋友，因拄则做这动作是安怎？伊是咧耍什么游戏啊？嘿，就是甲伊翕一张相，赔10万，赔10万。有10万哦，够手机啊？够手机啊，啊！要安怎翕？伊迄动作是足奇怪，是吧？卡层翘翘，伊甲打去啊？卡丢啊，啊，你足无尊重的呢。对啊，翕这相片是要创啊？要摕为着要摕手机啊哦？因为迄手机啊，吼，搁足新的啦，我只想要一台。小朋友，你看到迄白大虾甲红小钱做这个动作，而且小钱为着一支手机啊，为着10万块做这动作，你有啥物感受？足奇怪，足奇怪，还有无？袂更小，袂更笑，哈？袂更笑，袂更笑。哇，你去用流传出去，敢若毋是介好看、介好听。不是介好看，不过我是感觉小钱这件代志无对甲唔对，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想法，而且大家成长的背景啊，搁有经验，搁有重视物件无共款。是讲介奇怪是，白大虾你哪要叫小钱做这动作啦？你有这个要求吼？是是啊，啊，我感觉吼足好耍的啊，我也无啥物意思，我也无要甲伊欺负啊。唔管是要求迄个人，还是接受要求迄个人，上重要就是4个字：想好清楚。是，想好清楚，知无？嗯，好啦，多谢队长咧，给阮这个这尔好的观念。好，安尼再会。无啦，哦，你足开心的咧。你好啊。无啦，是你别安尼嘛想过好啊，慢慢才好。嘿，哎呀，提保状就好啊，好无？好，今麦就互你来提保状啊，准备好未？好，来，准备接招，现在看。做火球进步，守卫队员爱合力控制球啊大球，看球上尾落落去迄个几号，另外一位队员就要向前踏几步，而且回答出共声母的字。阮的船员卖伫咧珠仔塔内底，甲恁斗相共哦，嘿嘿。哈哈，来自清水的囡仔兄囡仔姊，我感觉哦，有感受到这个开场，因台语敢若袂歹。哎呦，清水应该是介侪好食呀。咱第一个想到的是啥？阿仔米哥，阿仔米糕哦。哇，老水喏，啊，个人要分享一下无？不是啊，伊当初讲阿仔米个搞大声也无退来啊。对啊，明早爱炸来。太阳饼，太阳太阳饼。饼啊。好啦，按照摕到大片，一两三是5价，摕一块，行完就2块，尽量行，尽量讲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卡。来，好起啦！来，就较慢一速啦。好，我看过，嘿，安尼，哇，那个有开过呀？哎，太阳安尼，几号？一波，主是我有啥物事？哇，
我水，哎呦，标准，来，好起啦！真个手起来，我和你。你要好钱，嘿，你要好钱，对，安尼就对。快点，你快点！哎呀，慢慢，我。刚关过是一步，M 是什么数，什么字？倒想一下，阿妈，咪，对。请注意，哇哦 ，bonus 一定要练加3，加3是加2才有准绳，来哦，好起可以啦！看过去的。来，我教来。绝对要秀起来，好，秀，来加，我你不要骗你啦，哎呀，你表现的机会到了。来啊，修行完嘞，他这边我相信你。咱来秀起啦！ 5万，3万按小钱靠薪水，来进2、3 ，K H 科有什么数？卡对哎卡，呦，嘿，好起啦！康，洪小姐你若佫无秀起来哦，一礼拜袂使食饭。好，赶快 K H 科有什么数咧？扣分，课本的课对，扣来哦，好起啦！较大声甲念出来，无紧。你可以过去。赶快过洪小姐，伊头先有你3分呢。黄小姐，你头你3分呢？你放开，哎，一步。NG 是有什么数？什么？你念 NG 伊讲枪嘛，硬啊，对。好来，好起啦！会够时间哦，洪小姐你要小动一下哦，袂使互伊遮好过哦。洪小姐，你用你的头查甫，你是用头。卡球队的哦，来，查甫这是2、3呀，TSH 是吃有什么数？数对。好，慢来，好起啦！洪小姐秀起来啦！你无较拜托诶。我来了，来，慢头一，来我这。哎呦，一个用头靠，一个用头靠。啊一包， ，TS 是有什么？走啊，走啊，对。到过关，这边好起无？无啊，要好去啊。起啊！哦，来哦。M 是可有什么数咧？美甲啊水。赞，啊咱来问一下骹球队的，骹球队，伊头先拢用头碰，用头弄的，足准的，开棍。我你讲一个。M 是唔通水，哦，厉害哦，袂歹咧。哇，我惊到10题，通啊摕2题打平，佮加上 bonus 3题，啥题？你睇， 3题。提啥爱大声甲念出来哦！妈祖鱼，水，再来，树蛤啊，哦哟，再来，虾米，跟一个是什么？米虾，水来打起你，黑米打好人笑。嘛无讲唔对啊，伊对正面踢过来尔。对，哎，来，换咱秀起来，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讲。总讲一句，2个人甲动物看转去因厝的，另外2位就会当看题目做句，伫网啊夹起来进前，看你会当完成几题。要摕宝藏，绝对毋是戆人想的遐尔简单。哦，亲嘴来小朋友听讲，伊非常有自信，非常有活力，哎呦，要带来非常厉害的对手。进2、3，开始。清水，虾米上水，高一行远，全台上水。清水，虾米上好，音乐体育，众人学乐。清水，虾米上赞，人文历史，师资上赞，赞就是赞，就是赞。清水上盖赞。哇，真正有赞呢！希望这个对手会互恁2题打平，好不好？2题，通啊摕1题打平，3题通啊摕2题。来，请就位。好，选好啊！准备接招，现在个。好，开始，手要
较悬的哦。啊，要搞的时候再轻轻啊哦。嘿，要搞的时候轻轻。好，就看啊，要搞的时候嘿，无离味哦，无离味哦。我哩味哦，还未到厝哦，还未到厝哦。阿祖啊，阿祖，你有较无要倒去哦？好，那就来你两个来吃。请讲。当安怎？要安怎？当已经落花，是要安怎转去厝？水水两个过关，继续挂。哎呦，哎呦，因今年选阿米啊，反面的时刻。真正，看看下伊的表现咯。OK，这个人讲得就错。好，该刷一个啦，快点好啊，可以改 K 还两是个阻碍。阻界，这个所在，我替你小便。好，你要该蛋海去。哎，唔是真正你行鸭肉啦，是真正海去啊。哦，哎呦，来，请请讲。花甲起面啊，我伫咧用起面仔滤水的时阵，看到真侪足水的花。好，水啦。还有一个，继续哦，时间还有分我。尽量讲哦。我感觉伊两个足优秀的。这最有钱。有分工分配。对。我是要早来，温啊来，啊，个拢赶会转去。对，一个探路，一个 F。第二哦，才会较紧的。真正看出因的个性，嘿啊，拢温温啊。拢温温啊，啊，拢出较彩。紧的哦，较紧的哦。哦，要去啊！请讲。安怎？小妹除非甲功课写了，你就无法当出去耍。好。哦，过，哎哇，呦，够有时间的，够有20秒的。表现得真好哦，我家己一个破声好无？厉害厉真害！厉害呢。啊，做句嘛最厉害，看无。花甲起面啊，起面啊，我伫花边看到一支起面仔，哦，花边啊，可能有人黑白蛋无嘛会使讲，我的起面啊是花的造型。诶，哎呀，你可以做因可能就歹路的。这也是我花啦。马仔的嘴。花的造型，对，花这大的造型。气的。好，三地两地大片，请提。乌鱼，哦，花花嘿，来，啊，这明仔载嘛要改名啊。乌，文班，老弟，来，哇，我看你清水来小朋友专门要来甲阮遮改名的，阮遮当初咧改名。好来，你搁笑会出来？咱即摆已经摕5地啊，搁一关伊2地若摕去，咱就真正向剃头啊。上尾关，准备接招，准备到。Just do it！探险队来作答，留一题就会当对汤啊读一解，见读一解就有分数，加起来若到10分就算恁过关。嘿嘿嘿，我看你若是困罔困，卖迷茫啦。哇，一阵来自清水的囡仔，哪遮熬啦？已经摕5块大片啊！幸福，你敢有你饲动物厝内面？起鸟啊，有饲鸟啊？哦，饲鸟啊！啊，饲鸟敢有啥物困难？叫菜，就菜啊！伊拢是一直在叽叽叫安尼啊。对啊，说来这个题目跟动物有关系。你听好哦，来，请出题。各位小朋友，我遮吼有3种成年的动物，分别是兔仔、象、鹿仔，要按照这个体型对大排甲小，是要安怎排？哦，第一个是象，第一个是象，第二个是鹿啊，鹿，鹿第三个是兔啊，象、鹿啊、兔啊，对，对。哦，对伊啊，应该这动物定咧看，吼，定拢有看到，互咱来解说一下。吼，其实这嘛要解说啊，你若做介意动物，你就知影，象是上大只的，所以排第一。搁来鹿仔是中的，搁来是兔仔上细只的，安尼知影无？对啦，非常的清楚，就是这么啊简单。来，请选一项。选一项哦，每一个拢会当选。 5分甲4分，敢若一个尔，3分有2个，其他的有1分甲2分，这个哦。到底这项是几分呢 ？Just do it。2分。哦。啊。
凉，开滚换你啊！嗯，你有改算倒伊无？你下还是你厝的，拢会甲同学做伙算？你厝的唱哥哥上，哦，参哥哥算，就靠你倒伊题，请出题。上细听哦，过年的时阵，我上介意甲我的哥哥甲姐姐耍摕子棒，伫遐抽几排。小问一下，摕子棒是啥？一种牌啊，一种牌一种啊，牌啊，有爱心、爱心、玫瑰、玫瑰，哎呦，够无？乌豆、乌豆、啊，够一个，够一个，菱形。真啊角，刚刚行啦，哎呦，拢讲出来啊。伊讲出来这种的牌啊，你敢知影华语叫啥？扑克牌。扑克牌，牌，对，对。你敢知影华语叫啥？扑克牌。扑克牌，牌，对，对。哎，就互咱八大爷来解说一下。无唔对，华语就是扑克牌，啊，这是外来语，就是摕子棒抓牌啊，有学着无？哎呀，抓牌啊，你念一解。抓牌啊，啊，你后摆知影哦，知抓牌啊就是扑克牌。牌，扑克牌就是。摕子棒。对，继续。好嘞，好，多谢你啊，算康，算一康，算一康。你即摆当算，看你咧选一边，选这边拢会用的。这个。这个哦对。 ，Just do it。哦。打分。啊！啊！好，目前5分。来，后一位。袂歹哦。哎，你感觉礼貌的行为，做这个动作，还是讲这个话是真有礼貌的？多谢。啊，多谢。哎，定你讲多谢，还是搁有哦？请。啊，请。考甲礼貌有关系。来，请出题。借问一下哦，咱伫咧这个西餐礼仪当中吼，我若食到一半，常常想要去便所，啊吼，我这刀啊签仔是要安怎下？第一个咧是这个背离型的放伫咧盘仔顶头，也是讲吼，我爱甲吼刀啊签仔放伫咧盘仔的边仔共一边，到底是倒一种咧？先讲出你的想法，你先讲。你感觉背离型一半是摇的对无？不要紧，背离型。 对，对。哇，袂歹啊，真好摇的咧，歹啊，袂歹啊，最好拢咧观察。来，请解说一下。对啦，咱若是吼无想要互收起，等下搁要食，就爱放背离型，安尼才袂互收起。啊，你若是吼刀啊签仔放伫咧边仔的话，表示讲啊，我食饱，你会使帮我收起啊，安尼知影无？知影吼。哦对啊，好，来，请选一空。选一个5分啊，你若选到5分，哎，就结束咧。哎呀，确定哦？确定。到底这空是几分的 ？Just do it。一分。一分啊！一分，来，请等去。袂紧，来，上尾一位。阿东，你好。你好。你知影咱生活当中有真侪口诀，因为口诀你若是甲背起来，伫紧急的时阵，你就用会到。口诀题目请出。来，生活当中真侪口诀，借问一个，花、叫、春、夏、果，这是拄到什么状况需要的口诀呢？哦，有人昏倒的时，你小想看觅啊，内面有一寡动词，我感觉会互你一寡帮助。你想看卖一般人安怎的时阵会用到？厝倒火的时，厝倒火的时阵，会知哦。这是个答案。对啊。倒火的时阵，对，对。叮叮。我到底是什么款的时阵会用到这个口诀呢？白大虾，请解说。这就是人跋落水的时阵，你会当用的口诀。哎呀，喊就是大声甲喊，叫就是要叫救护车，叫这个叫消防队的来。对。春呢，就是哦，你看有啥物手机，你春落去，甲伊扭起来，对不对？啊，佮有啥物吓，吓就是看你有啥物哦，会当甲伊浮起来的物件。哎，救生裤啊。救生裤，吓好伊，伊嘛会当爬起来。啊，佮有啥物？各船啊，还是各一寡较大型的，会当去甲伊。过去边仔甲救起来，甲伊扭起来。扭起来。啊，你知影无？滑落水。
6分，通啊摕一块大片，请摕。阿姨，大声讲出来哦。你介意这几？这较简单啊，好啊，啥物啊？好，什么？黑暗车，所以来打起你，会当耍哦。哎，对，好，哎，好，来吃。好，来自清水的囡仔摕到6块大片，啊，毋过敢摕到宝藏嘞？那个，哇，清水国小的囡仔兄囡仔弟来咯，紧张的时刻到咯，有要所谓无？敢有要敲钢兵，还是就安尼安尼就好啊。安怎？哦，对角安尼对角嘞，哎呦，安尼嘛介刺激哦。你有同意安尼耍无？有，会使。有哦。有，大家拢同意啊。手甲放起，不会超过1空才有准绳哦。手卡内面。到底敢摕到宝藏嘞？请买。啊大力嘞！哎，啊大力嘞！有。哇！颁奖哇！来，宝藏用摕去啊啦！通啊摕到的是哇！来咯！哇，你抓棒的哇！哎，小花呢？一人一台。那就好，啊，你若是有涉水要换，你来咪树底下甲恁换他哦。去换哈。啊，好。恁敢会晓算这？敢有？啊，仲会晓无？你是摕到咧，不拢硬伊哦？嘿，小欢喜啊！有欢喜无？有介意吼？伊这运动袂歹。嘿啊，这台后面要走等于清水。对，走转清水算伊迄个空地啊，对啊。足开阔的所在，你就去练看做伙卖。比赛，好啦，今日参与落来，心情啥款？足欢喜的，真欢喜的。啊，开滚你咧，嘛足欢喜的，我真欢喜的，足欢喜。真欢喜。你换一个，你以后换。嘛要，以后嘛够要来。哦，以后我要来啊，水。哇！好啦，希望恁继续练，阮难度搁甲提升，对搁互恁来挑战。你讲好唔好？好。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哇！